关心咱国内消息，伫高雄南仔去加工区一间世界级阿古力工厂，早起7点外，可能是因为化学原料槽爆炸，造成呢这个厂房大火。当时爆炸的声一直发生，这个烈火乌烟冲天，消队员派出100多人赶到现场去拍火，甚至出动机器人控制火势，避免去受到边的厂房。警方正危急，加害加在是无人员的伤亡。 感觉这个大火烧甲真猛，现场是烽烟散布，厂房内更加是更加恐怖。发生什么事？有吵到声。徛较悬的所在，为别间公司看过，规个塑胶粒仔的原油槽，伫咧短短时间内去互大火烧起，而且过程佫一直传出着爆炸声音。你也知道做这个要有原料嘛，比较靠近原料。因为内底放真侪当着火着烧起来的物件，特别我2000平方公尺的厂房全部着火，消防队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来到现场。 一群人唔敢大意，紧急来布水线对内底灌水来救援。这边总共出动56台车，164个人伫现场来回走踪。另外，佮加派9台的机动式炮塔、4台消防机器人、3台无人机来支援。听到爆炸的声音，那爆炸声他们瞬间就起火了。哦，那我们当下就把人员全部疏散到外面来了。今仔日一透早，高雄南仔溪加工区苏美贝科技公司传出着爆炸意外，所在个火势是烧甲 真旺，这间公司是1968年创立了后，2009年去和日本的化合集团合并，资本也有2亿7千万，员工数有125个人，主要是咧生产100%纯的 MMA， 也就是制作阿古力邦的原料。它现在储存量有290吨，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除草大概槽顶已经大概都掀开了嘛哈，所以我们大概最保守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原料把它燃烧完。虽然讲大火拖甲真紧，也过好佳在拢无人伤亡。也过这场火灾除了南仔溪以外，嘛影响到附近的左营高山区，甚至较远的真金、三民、基丁、前镇等等，微型的监测器嘛有出现部分欠管的情形。目前环保局嘛拢继续伫现场来监控。 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